学道人木鱼四大为心，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。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，我因为心，我因无我亦无主。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。六根六尘六色，好合生灭，亦复如是。18界皆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，当然清净。有色识，有地识，四大之心，其聪为幻。随顺吸用，不生贪着，谓之地识。四情趣味，妄生分别，为求色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色识。声闻者，音声得悟，故谓之声闻。但不了自心，以声教相起解，黑音神通，黑音随相，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。三千几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为得下顿了自心，本来是佛。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学道人只惊一念有，即以道假意，念念无相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唯学无求无得。无求即心不生，无得即心不灭，不生不灭即是佛。84000法门对84000烦恼，只是教化接因门，本无一切法。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，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。学道人若欲得之要诀，但莫于心上着一物，言佛真法身犹如虚空。此是如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为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毋是法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毋是虚空。但莫作虚空解，虚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虚空。虚空与法身无异相，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烦恼与菩提无异相。离一切相，即是佛。凡夫处境，道人处心，心境相忘，乃是真法。妄见有益，妄心自然。人不敢妄心，恐落空无老无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概念。此能觉性，无始以来，以虚空当受。未曾生，未曾灭，未曾有，未曾无，未曾慧，未曾净，未曾酸，未曾涩，未曾晓，未曾恼。无方所，无类外，无数量，无形象，无色相，无音声，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处，不可以敬物会，不可以供养道，
诸佛菩萨于一切顺动含念，当处听伊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离尽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更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更求于法。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莫去离意。言心即差，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心物向外着见，人见为心，是人察为主。唯有贪嗔痴，即力界定慧，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持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愿清净佛上，竟不着一物。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终不能住；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，终不能住。但未本性，转不见面。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以初心建立。有见即有，无见即无。不可以净性上转作见解。所言定慧，感用历历，积积成成，见闻各知，皆是镜上作解。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。若欲清净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。真是见法有无处，无以有地，但以一切法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9月1日，师为修愿，自达摩大师到中国，为说一心，为传一法，以佛传佛，不随依佛；以法传法，不随依法。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处之佛，乃是本源清净心也。为此一事实，于理即非真，法律为非，除非即无上本心也。凡夫不去道，为事略情，乃行略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自见，即落外道。见有生去机灭，即落声闻道；不见有生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，不起离见。不言不信，一切诸法唯是一心，然后乃为佛性也。凡夫皆着见生心，心随心验，欲欲无见，当忘其心。心忘即健康，健康即心灭。若不忘心，离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只亦纷扰。故万法为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复何求哉？学法律人不见有一法可得，绝以三性，唯一真实不可证得。为五能证能得，该真相万人。法华会上，佛以离去者，皆是道也。故佛言：我以菩提，实无所得，莫去离意。
凡人凌辱将士，但观我运皆空。世代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。生时成亦不来，死时成亦不去。湛然言原集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伫骹顿了，不为三世所驱色，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毫气象，若见善相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；若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保卫。但自妄心同于法界，便得自在。此即是要诀也。10月8日，此为修月，言化成者，离成吉十地顶觉妙觉，皆是权力接引之教，并为化成。言宝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。此宝不属情量，不可建立。无佛无众生，无灵无所，何处有成？若问此即是化成，何处为宝所？宝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。故云在今离矣，不可定量言之。但当体会客之即是。言参体者，心不羁也。一切六道众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该为之断善根参体。菩萨者，亲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小乘。佛与众生同一法性，乃为之善根参体。大抵因先教离我者，为之声闻；观音言离我者，为之缘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随之成佛，亦为之声闻佛。学道人倒以教法相悟，不以心法相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毋是本佛。若不以心悟，乃至以教法上悟，则轻心重教，随成得快，忘于本心。故但弃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凡人都为敬爱心，思爱理，常欲道境以安心，平思以尊理。不知乃是心爱境，理爱事。但令心空，境自空；但令理急，事自急。勿倒用心也，凡人都不肯空心。空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有人知事不知心，智者知心不知事。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具舍，所造福德皆不贪得。然舍有三等，内外身心一切具舍，犹如虚空无所处着，然后随风应物，能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若一边行道报德，一边选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若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，闻法智空，虽乃不得，是为小舍。大舍如火烛在前，竟无迷误；中舍如火烛在旁，或明或暗；小舍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井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具舍，
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社，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社，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社，所谓三世旧社。自如来护法家业以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，因得空即因不成文，因得物即因不成法，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，能因所应，固然客会，故得假少，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佛有三身，法身说自性系统法，报身说一切清净法，法身说六度万行法，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，形象文字力求，无所说，无所证，自性系统利益。故曰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报身化身，该随机感应，所说法亦随事应经而为立化，该非真法。故曰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所言当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合合。一精明者一心也，六合合者六根也。此六根各以尘合，眼以色合，耳以声合，鼻以香合，舌以味合，身以触合，意以法合，中间生六识，为18界。入了18界，无所有，属六合合，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即心也。学道人该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合解，虽被发白，不克本心。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，行谤莫于苦海。欲道不说，即对见贪，不为众生。普摄妙道，随说方便说，有三性：善有大小，德有千千，皆非本法。故云唯有一乘道，余二即非真。然将未能生一心法，故照家业当法造，别复一心二言说法。此一句法令别行，若能克悟者，便知佛地义。